咱再来看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工伤事件赔偿案，被害人组成的利军要求赔偿73亿。一审是判 RCA 等公司就要赔偿23亿外，二审嘛是判赔16亿外，双方拢提起上诉。今仔日最高法院宣判，被废掉二审的判决，发回高等法院审审哦。RCA 利军各律师团拢表示遗憾甲不满。工人求偿有期限，工人求偿有期限，资本杀人无限期，资本杀人无限期。RCA 工伤救伤案义军伫咧最高法院门口愤怒发口号。RCA 义军由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前员工甲过往员工的家属组成，总共1100人。因求偿73亿，一审判赔23亿外，二审所判赔16亿外。因提起上诉，但是拜五最高法院判决废弃二审的判决，发回高院更审。我们从83年被爆发污染案件之后，到现在已经30年了。然后我们走在抗争的路上，到法院都已经20多年了。大家看看，我们年纪都已经这样子了，还要在这边不知道要等多久。本来以为今天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，结果换来的是。还不确定。最高法院以 RCA 义军是毋是伤晚提起诉讼为理由，认为这件代志要由高等法院审理，所以废弃二审的判决，发回高院。RCA 义军的律师团对这个判决感觉遗憾，而且生气，因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无徛伫被害人的立场思考。对于公司可以偷产，对于公司可以资料隐藏，对于污染可以掩埋，说这样的时间。我们只能1年的时间。没有人告诉我那些有机溶剂是有毒的。我们 RCA 后来知道说有32种的有机溶剂，我哪知道那个有毒啊 ？RCA 1970年代来台湾设厂，塑胶有毒的溶剂带伫厂区，污染土地甲地下水。律师团讲，最高法院甲义军提起诉讼的时间是毋是伤晚一件代志，交通去互高院审理，是无考虑到当初是 RCA 公司暗砍资讯，才致使被害人需要更较侪时间整理资料提起诉讼，认为最高法院的审理并无合理。记者龚李玉凯台北报道。